恁着学老耶和华，耶和华的路仆啊！恁着学老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该称颂的，对答直到永远。对日出的地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老的。兄弟平安。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学老上帝信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信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起立。请坐。这是咱要三个来祈祷，跳堂阮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带领阮这时来到圣殿来敬拜你，求主安静阮的心，信心到阮伫地，恭敬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求主来带领。主啊，阮是一群蒙福的人，感谢你的恩典，拣选阮来成做你的囝儿，领受你白白恩典。这时，阮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用阮的心灵甲信息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祈祷。有时，阮会得罪你，无意中来违背上帝你的心意，亏欠上帝的荣耀。主啊，求你来赦免阮所犯的罪，教导阮愿意用谦卑温柔的心来听上帝的话语。求主来帮助阮，会当愿意拍开阮家己的心门，互上帝来成做阮生命的主，全心来仰望上帝。万项事毋是我靠家己的才能，是我靠上帝的灵来成就。
恳求上帝会当帮助阮明白你的心意，顺服你的教导。伫即马即个时代，社会当中充满真假假的言语，伫阮的环境当中，有真侪引诱，还佫有试探。求主来保守阮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来的。坚固阮的心性，专心来仰望你。透过无私的牧友，还佫有圣经的教导，互阮的所讲所行会当诚侪正人的帮站，来灵光主你的性命。主啊，阮嘛要为着教会伫暑假的时阵，做青少年的事工来祈祷。愿阮所做一切事工，会当得到你的欢喜甲保守。所有同工有对主来的平安甲因伫地，透过做基督的精兵来传扬主你的福音。有合一的心，彼此同工来诚做美好的见证。愿福音会当广传，信主的人会哪来加添，来灵光上帝你的性命。也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愿上帝祝福台湾这个土地顶头所有的百姓，有疼主疼人的心，彼此相疼，特别会当赐下对你来的智慧，甲阮的总统，还佫有所有的行政的官员伫地，有公义的心，制定合主心意的政策，互百姓会当安居乐业。求主来保守赐福你所创造这个美丽的都市。也为着今仔日讲道的四牧师来祈祷，愿信心甲四牧师伫地，迄讲的甲听的全部都得到帮赞，还佫有造就。阮的祈祷无够野，爱用主教是阮的主导文三个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祈求阮了赦免共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要三个来启应文第6篇，伫咱的信息后面的所在。启应文第6篇，信息后面第8页，咱三个要来启应。启应文第6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埔。伊互我的灵魂清净。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用抹我的头壳，稳定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说谢咱继续用诗歌来学习上帝，信息200口音首，救主疼痛的声，信息200口音首，救主疼痛的声，请起立。
请坐。这时，西罗亚诗班要带咱做伙来学乐上帝。伊要用的诗歌是一首感恩的祈祷诗，一首感恩的祈祷诗。感谢西罗亚诗班用水的歌声引带咱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光归乎上帝。这时，咱们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于圣经罗马书12章第9节。罗马书12章第9节，现代中文译本248页，台语汉译本782页的所在。罗马书12章第9节，疼毋通虚假，歹着厌恶，好着亲近。另外一个所在记载伫耶利米书31章第3节，现代中文译本995页，
台语和日本870页的所在。早时，耶和华以色列显现，讲：我用永远的疼你，所以我用慈爱吸引你。以上愿上帝祝福，愿意听伊的话，搁安尼来行的人。即时，咱要请释牧师来传讲信息。今仔日咱信息的题目是：生命中上重要的，生命中上重要的，请大家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的教会所定的福音主日，咱要伫遮特别欢迎对欢喜亲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朋友，或者是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新朋友，欢迎恁会当甲阮做伙来敬拜上帝。即是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疼来吸引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主伫主日的时，阮愿意通过礼拜来敬拜你，恳求你的信心甲阮做伙，特别甲新朋友、甲有意爱亲近你的人，主你的信心做工，互因的心会得到感动，有主的气力甲阮做伙。主，阮要将阮今仔的礼拜交伫主的手，恳求信心引带带领，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伊有一篇第一篇的小说，叫做《3个问题3个问题》。故事讲有一个国王，伊心内想，若是伊会当大声知影，第一，什么时阵是上界重要的时机；第二，什么人是上界重要的人；第三，什么代志是上界重要的代志。安尼，伊就会永远来成功。所以国王就通知全国，若是会当解答这3个问题的人，就会当得到大的报酬。全国济人拢提出家己认为上好的答案，总是无一个答案是国王满意的。但是国王犹原毋望会当得到满意的答案。有人向伊推荐，伊就决心带伫深山那内一个智慧者来请教。但是深山那内智慧者，伊只愿意甲一般的老百姓见面，所以国王只好换穿一般百姓的衫来出发。当伊要到智慧者的厝进前，伊就不准保护伊的人甲伊做伙行，就家己一个人前往。这时智慧者拄好伫伊家己厝的头前在掘土，智慧者一看到国王，就向伊点头致意，就继续做伊家己的代志。智慧者三比八的身体因为出力在掘土，就喘甲真厉害。国王行向前，就对智慧者讲：“贤明的智慧者，我是来向你请教3个问题，就是我要安怎知影什么时阵是上重要的时机，什么人是上重要的人，以及什么代志是上重要的代志。”智慧者听了后，无讲啥物，继续做伊家己的代志。国王看伊瘦过虚弱的身体，就对伊讲：“先生，互我来替你做啦。”智慧者讲：“感谢。”就将猪头摕互伊，家己就坐伫涂骹咧休困。国王做一段时间了后，伊就停落来，讲问一摆智慧者这3个问题。智慧者犹原无回答伊，只是徛起来手伸出，讲：“你低头行我，你忝啊啦，你来休困啊，我家己做。”但是国王并无将低头行互伊，伊犹原继续做。1点钟过去，2点钟过去，日头渐渐要落山。国王最后就出大力将猪头掘伫土里，就讲：“先生，我是来恳求你回答我迄3个问题。假使你若无答案，你就甲我讲，我嘛通好来转。”就伫即个时阵，忽然有一个
规身躯流血的人对树林走出来，走到国王甲智慧者的头前就昏倒。因扶起即个人，伊的腹肚直直在流血。国王马上帮伊清去伊的空喙，而且佫用家己的手巾甲会当用的布甲伊包覆好。但是因为血直直在流，国王就一遍佫一遍，将手巾甲布洗清气了后，佫甲伊包，直到伊的血来停止。这个时阵日头已经落山，国王就甲即个智慧者因做伙，将即个受伤的人扛到厝内，放伫眠床顶，互伊好困。这时国王非常的忝，佫加上规个下晡伊拢伫帮智慧者伫骨头，所以一晚就病就困去啊。国王一暝到天光，醒过来，雄雄想无家己到底伫倒位，四过看到倒伫眠床顶迄个受伤的人。即个受伤的人一看到国王，伊就用虚弱的声音对国王讲：“国王啊，请你赦免我。”国王讲：“我毋认捌你，有啥物爱赦免你的啊？”受伤的人讲：“国王，你毋认捌我，但是我却认捌你。你是我的冤仇人。你杀了我的兄弟，佫将伊的财产拢摕走。我就算我要替伊来报仇。所以当我知影你家己一个人要来找这位智慧者的时，我就计划要伫你转去王宫的路呢来杀你。不过到天拢要暗的时，我直直等，拢等无你，我就走出来找你。拄啊好，互保护你的人看到，因认出我，将我拍甲要死。我对遐走出来，结果拄着你。国王，若毋是你替我清气空喙，佮抹药啊，我有可能因为血流伤济来死去。国王，我原本是要杀你的，结果你却救我的性命。若是你愿意，互我将性命献互你，一世人做你上界忠心的奴仆，而且我阁要叫我的囝儿孙，拢爱忠心服侍你，请你赦免我吧。国王听了后，毋但赦免伊，阁派医生来治疗伊，而且答应将全部的财产拢还互伊。国王甲受伤的人告辞，到伫外口要去找智慧者，伊想要去转去进前，阁一摆请教智慧者遐的问题。智慧者伊规伫田园伫做事，国王行前就讲：“先生，我最后一遍请求你回答我的问题。”智慧者就摇头看国王，甲伊讲：“毋是已经回答你啊吗？”国王讲：“你有回答我吗？”智慧者讲：“有啊。若是昨你无可能我的身躯衰弱，替我骨头，你无爱插我就转去，你就会拄着迄个人的攻击。所以你替我骨头的时，就是上重要的时机。我就是迄个上重要的人。你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对我行好事。后来，当迄个受伤的人向咱走来时，你帮助伊清气空喙的时，就是上重要的时机。就是因为有你替伊清气空喙，若无伊就袂赴甲你和解，伊就会死去。所以伊就是上重要的人。你替伊清气空喙，帮助伊就是上重要的代志。所以你爱会记的。上重要的时刻就是现在，上重要的人就是你身躯边的人，上重要的代志就是用爱、用疼心为你身躯边的人做好事。各位，通过这个故事，互咱看见生命中上界重要的就是疼。
今仔日的圣经作者使徒保罗伊讲，安尼信心、盼望甲疼叹，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就是疼叹。是啊，咱的生命中上重要的就是疼。全世界上界成功的投资者，也是2019年全世界上界有钱的人巴菲特。伊有的名声甲财富，绝对通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要有人甲伊问，啥物是成功？巴菲特伊讲，伊有一个朋友已经80几岁啊，伊是捌住伫集中营少数生存落来的人。这朋友伊讲，当年好佳在有人帮助伊，伊才会当活落来。所以巴菲特伊感慨讲，伫你的一生中，假使若是有人会当无惜家己的性命来帮助你，安尼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当你年老的时，犹原会当是你处理的人，是你的朋友所疼惜的，安尼你就是迄个成功的人。各位，我想咱真侪人，若是一讲到巴菲特，大家会注意到的是啥物？讲到巴菲特，你会想到啥物？足有钱的哦，若无就是伊经营的策略，无就是投资的方法。但是巴菲特伊家己所认为的成功，以及伊生命中上界重要的，却是有处理的人甲朋友的关怀甲疼。既然生命中上重要的是疼，安尼啥物是真正的疼？伫基督教的礼拜中，真侪时阵咱拢会讲到疼。但是有真侪人对基督教所讲的疼，也有真大的误解。真侪一般的人时常拢将基督教所讲的疼，当作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有人掠做基督教所讲的疼是无限度的，一直宽容落去，所以伊嘛会断章取义，甲你讲，恁的圣经嘛有讲呢，疼是高宽容。爱是很久忍耐，其实毋拿一般人，伊有即种的误解。有时啊，连咱家己基督徒本身也会接受即款的想法，所以就无分是非，不断付出疼心了后，但是咱的心内却有所埋怨，结果咱就忍耐，变做忍受。忍受袂了了后，咱只好采取逃避的行动，将家己封闭起来，无搁付出，无搁疼别人。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24章12节讲，因为不法的事大大加添，侪侪人的疼，才渐渐冷淡。亲爱朋友，人的疼真容易因为互人利用，渐渐冷淡。所以，咱需要学习安怎表达真正的疼，免得家己对人的疼心会渐渐冷淡。今仔日的圣经罗马书12章第9节有讲到疼，而且讲到疼有2项特别的所在，就是第一，疼人毋通虚假；第二，歹马怨恨厌恶，好马亲近。第一，疼人毋通虚假。讲到毋通虚假，伫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无戴着面具。原来早期希腊人因在戏剧演出的时，演员拢是戴着面具，互人一看就知影伊所扮演的角色是啥物。所以当保罗讲疼人毋通虚假的时，意思就是讲疼毋是用演出来的。毋是伫舞台顶悬的表演，疼是爱咱真实佮诚恳，将它疼表达出来。咱无需要戴着面具去疼别人，
假使咱疼某一个人，却带来真侪痛苦甲压力，或者是勉强的事，有可能是咱的动机错误，也有可能是咱的方法错误。各位，恁有听过爱盲原子笔无？有无？即场足侪人点头。哦，佫有啥物防劳邮票甲红十字会邮票？哦，我想这是咱真侪人50岁以上的人，伫以前读书的时吼，细汉读书的时，拢会拄着乐捐即类的代志。实际上，伫即件代志顶悬，咱真侪人拢在做不乐之捐，因为安那全班的同学，每一个人拢爱捐，家己若无爱捐，会感觉真歹势。只好勉强转去甲爸爸妈妈讨钱，要来捐钱。假使若拄着班上在比赛，管上侪人会当得到奖状，咱心内是搁较勉强，恐惊家己比别人捐较少，感觉会无面子。所以原本伊是乐捐、乐意之捐，却变做不乐之捐，甚至是有人讲声就讲，这是勒索的乐捐。各位。原本是咱疼心的表达，却互家己感觉到无爽快，或者是勉强，这就是虚假的疼。第二，疼是歹要厌恶，好要清君。保罗伫遮教导咱一个真重要的道理，就是真正的疼，毋是要做一个啥物拢好的烂好人，反倒是爱善恶要分明。就是歹，咱要厌恶；对伫歹，咱要离开伊远远啊，厌恶伊，离开伊远远。好，就爱亲近，甚至是爱时时甲好结连做伙。虽然圣经甲咱讲上帝是疼，但是咱知影无？伫圣经内底嘛有讲到上帝有厌恶的代志，就是伫箴言第6章16节到19节。伊讲有7件代志是上帝所厌恶的，伊袂当忍受的，就是骄傲的目睭、讲白贼的嘴、杀害无辜的手、图无歹事的心、紧紧走邪路的骹、讲白贼的假干净，伫朋友中使人是非的人。伫基督教的信仰中，咱通常拢比较会注意到。上帝教咱讲要安怎杀疼，安怎疼，真少受到有关厌恶的教导。伫遮保罗讲，歹要厌恶，厌恶伊原文的意思就是恨，就是爱怨恨邪恶。照圣经原文的讲法，邪恶会当通讲是人，也会当通讲是代志。咱就要接受一个事实：有侪人，有侪事，是咱需要离开远远的。因为一方面，咱无法度去改变因；另外一方面，假使咱若无爱甲因保持距离，咱也会受到损害。有一部真有名的电影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这部电影伊在讲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沙皇迫害犹太人的时期，是伫乌克兰的一个庄社。所以这部电影一开始就介绍几个主要的人物，其中有一个就是列比。列比就是犹太教信仰教导的老师啊，就是一个信仰的老师。有一堆的少年人，因甲列比在讨论信仰的问题。其中就有一个人讲：“列比啊，咱要安怎为着迫害咱的沙皇来祈祷？”这个问题，列比想拢无想，马上讲：“这真简单，愿上帝祝福沙皇，离开咱愈远愈好。”对伫住伫俄国的犹太人来讲，当时迫害因上界厉害的就是沙皇。但是因为犹太人因的传统的教导是毋通咒诅，只会当祝福。犹太人因传统的教导是毋通咒诅，只会当祝福。
所以因无法度改变大环境对因的迫害，因只是会当望遐迫害伊的人离开因愈远愈好。各位，互咱祈求上帝帮助咱学习真正的疼，就是无虚假，歹要厌恶，好要清君。真正的疼，要去倒位找？伫即个世间，敢有真正的疼？咱有读到今仔日另外一个所在圣经耶利米书31章第31讲。早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讲：我用永远的疼恁，因为安尼，我用慈爱吸引恁。来先，咱看到上帝伊用永远的疼来疼人，永远甲疼，结然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代志。这表示无开始也无结束，是永远拢袂改变的。人的疼有真侪种，有父母的疼，兄弟姊妹的疼，朋友的疼，翁仔某的疼。有时这的疼会变质，也会有结束的时。但是今仔日圣经上帝甲咱讲，伊用永远的疼疼咱。永远这个名词对人类来讲是奥秘。而且真困难去体会一件代志。咱中间啥人会当活到永远？啥人会当看见迄个无限？永远是一种真特别的概念，就是咱的目睭所会当看到上间远、上间远的所在，啊，搁要过去一点点啊，迄就是永远。或者是咱所会当想象。会当想象到的任何的所在，到伫上远、上远、上远，爱搁加一点点啊，迄就是永远。就好亲像咱伫爬山，爬到忝到要死的时，带头的人拢会甲咱讲啥物？加油对无？快到了，要到啊！哦，头前晚一下，搁几分钟啊就到啊！就安尼一摆搁一摆，伫非常忝的情形下面。咱感觉好亲像有行袂完的路。是啊，咱行伫上帝疼坛中，就亲像是即款的感觉。行了一段路了后，搁弯一个，啊，搁有一段路，总是咱永远拢看袂到迄个尽头。各位，上帝疼就是安尼。当咱感觉上帝疼已经到底啊！上帝伊阁会加添一点仔互咱。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讲到慈爱老爸的披露，也是浪子的披露啦吼。慈爱老爸的披露，当即个细汉囝伊将得到的这个财产拢开了的时，即时的伊嘛认为伊的老爸对伊的疼已经拢无去啊。但是圣经记载。伊的老爸却是每一工拢在望等候伊所疼的细汉囝转来。所以圣经记载，当细汉囝要转厝的时，离开厝还阁真远，伊的老爸远远就看见伊，看到就马上走向前，甲伊揽条，甲伊斟来接纳伊转到厝里。转到厝了后，为伊换新衫，互伊挂手指。佮准备大的宴席来欢迎即个放荡囝转到厝内。各位，上帝疼，伫咱掠做要用完的时，伊阁会加添互咱，这就是真正的疼。有时咱会感觉咱家己亲像迄个放荡囝共款，无完美，拄着挫折、失败，也会犯错误。甚至感觉无人会阁接纳咱，无人会阁疼咱的时，亲爱朋友，只要咱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伊就是迄个慈爱的老爸，伊早就望久久等待咱转到伊的身边，这就是真正的疼。
各位看我遮，这是啥物？后壁看无清楚吼，以爱坐较头前诶，吼才看会着吼。这是啥物？1000箍，有人买无？买吼，哦，即张足老实诶，吼，拢讲买吼，足好诶吼。好来，新诶对无？我若甲伊安尼咧，恁阁买无？变安尼恁阁买？哎哦，安尼继续涂较脏咧，啊阁买无？嘛是买，哦，恁足够诶。来，各位，你已经有体会到一个真重要诶意义，就是无论我安怎对待即张1000箍，恁有完啊阁买对无？为虾米？伊无因为变甲安尼，就失去1000箍诶价值对无？伊诶价值永远存在。伫咱人生诶道路顶悬，咱捌坐摆，互家己诶决定，或者是所拄着诶环境来拍败、跋倒，甚至是伤痕累累，互咱家己感觉咱家己一文不值，无啥物价值。但是无论过去发生啥物，或者是将来要发生啥物，各位，咱爱知影。伫上帝眼中，你永远拢袂失去你的生命价值。伫上帝看，无论外表是清气还是垃圾，无论是完整还是伤痕累累，甚至是破碎，你伫上帝眼中永远是上界有价值、独一无二的宝贝。实际上，上帝真正的疼。已经伫咱的中间，因为上帝将真正的疼，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承担咱的无完美、挫折、失败，以及犯错误的后果，来代替咱受定死伫十字架顶，承受咱一切软弱、罪恶的代价。只要咱愿意邀请主耶稣。来到咱的心内，做咱生命的救主甲主宰，咱就会当得到真正的疼，享受上帝永远的疼。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2节也甲咱讲：，既若接待伊的，就是信伊名的人，伊就受赐因权柄，做上帝的囝儿。亲爱朋友。上帝用永远的疼你，只要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你就会当得到，也会当享受生命中上重要真正的疼，也会当用真正的疼来对待四周围的人。愿上帝的疼亲自感动咱，伊就亲像迄个慈爱的老爸。一直在听候等待你，愿意拍开你的心门，予伊进入，来带领你未来的人生。伊会甲你抹掉，甲你浸，带你进入永远的疼。上帝亲自听你，咱做伙来祈祷。这是我要成为着第一个来到咱中间的新朋友，或者是你对福音。有意爱亲近的人，我要为着这兄弟姊妹先来祈祷。你会当心内对我祈祷，来邀请主耶稣进入伫你的心内。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互我有机会认捌你，阁会当来到教会敬拜你。主伫即个时阵，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来认罪，因为我毋认捌你的时，我有做互你无欢喜的代志，甚至因为我家己的软弱，我嘛捌做毋对代志。我只是恳求你来赦免我，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我。我即个时阵，我要邀请主耶稣进入伫我的心内。来带领我，来掌管我未来的人生。
互阮未来的道路，毋是家己孤单一个人行，乃是有主耶稣诚做我至好的朋友，来陪伴我、带领我。主，我要感谢你，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是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用永远的听阮，互阮伫人生的道路顶悬，无论拄着啥物，有当时阮会失败，有当时阮会受挫折，甚至有当时阮硬心要来陪伴你。主总是恳求你，互阮的心柔软，保持柔软，会当互你的疼来做工，互阮愿意回头，决转向你。主啊，互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通过主耶稣的宝血洗清阮，互阮会当搁一摆转到你永远的疼的中间，继续诚做你的囝儿，继续会当领受你的恩典，搁会当互上帝你来使用。主恳求你的信心来保守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主互阮的心常常有你的疼来充满。主互阮诚做一个有上帝荣光的人，搁会当为主做水的见证，会当吸引人，也会当来认捌你。主，阮搁一摆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恳求上帝你继续带领引带阮。阮伫主的面前，搁一摆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吟诗，来回应上帝的疼。圣诗453首，提白疼咱世间众人。圣诗453首，提白疼咱世间众人。请起立。
伫奉献的进前，我要来报告，若是你是头一届来到双连教会，伫咱的招待所在还未填写留名卡的朋友，请你伫个座位头前有留名卡，会当填写以后交互受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这是咱三个来奉献。切起日，咱三个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赐予互阮丰盛的恩典伫阮伫每一人身上。只是阮嘛要献上阮的全人，甲阮的财政来互主用，求主来橄纳阮所献上的。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谢谢。这是咱三个来关心教会圣工伫咱的旧部会当掀开第4页的所在。咱三个来关心教会圣工。今仔日本主日是本会所定的福音主日，希望透过一个月一届的福音主日，会当邀请咱的朋友啊未信主的朋友来到咱的教会，三个伫咱的即场特别礼拜当中，会当互咱的牧道友嘛会当听到福音来分享主会听。后日咱今年度后半年的咱的事工的
行事历已经出来啊，伫咱的外口的招待桌顶，若是有需要的兄弟会当家己来摕，嘛是会当伫咱的教会的官方的网站来下载。第四日的特别事工，咱教会定伫后礼拜主日，就是7月7号中昼12点，咱有租用咱隔壁109号的3站楼的厝来加做咱的宣教的事工要用的。那即摆已经整理好，咱后礼拜要来感恩礼拜中昼的时阵，所以毋茫兄弟，若是你的时间有方便，嘛会当到时后礼拜主日后做伙来到咱的109号，就是以前的肯德基迄个所在，咱做伙来感恩礼拜，毋茫兄弟来备办心、来关心、来参加。第三点就是咱的教会儿童主日学的教室，因为咱的109号已经整理好势，所以咱定伫7月14号开始，咱的儿童的主日学国小的学生就要到伫109号迄边的所在来聚会，嘛毋茫咱的家长会当来关心，留意迄个接囡仔的时间啊，个地点。好，说下咱的具体关怀部分，咱本会的会友刘宝琴姊妹，就是梁进同兄弟的太太，伫6月20号安息主怀。定7月9号后礼拜二下早时10点，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的景仰楼的2楼的至善餐厅，要来举行日念告别的礼拜，请兄弟会当来关心代祷，愿上帝来安慰伊族。搁一项的补充的具体的关怀，就是足恭喜的咱本会的会友苏德伟兄弟，搁有陈廷竹姊妹，陈抗丽伫6月27号欢喜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细囝，愿上帝赐予生利，搁有因全家。苏德伟兄弟就是苏茂仁长老，搁有杨文丽长老娘的儿子。公子吼，所以足恭喜的，咱的苏长老够成功啊，够做阿公啊，足欢喜的。嘿，愿上帝祝福新生儿，够因全家。好，说者咱来掀开咱的周报的第6页的所在，共款吼，咱的教会的幼稚园的儿童的主日学啊，小朋友嘛是伫今仔日开始吼。因为咱的小朋友已经今仔日开始已经到109号做分班的礼拜，所以咱小等礼拜三若是要去看阿孙，还是要带囡仔的，今仔日爱到109号来接囡仔。好，以上的报告，教会圣工若是无报告的所在，请兄弟嘛会当来关心来代祷。即马要请咱的牧师来欢迎来宾，牧养代祷。各位大家平安。这时我要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第一届来到咱中间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第一位是张丽梅姊妹，伊是英芬姐的朋友吼，咱欢迎吼。咱别人会当代表教会来欢迎吼。咱真欢迎丽梅姐妹来到咱的中间，上帝祝福你。搁有一位是陈平彤夫妇，伊是咱的第一班的学员啦吼。夫妇伫即个所在咱欢迎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敬拜上帝。毋知搁有咱的新朋友无填写咱的留名卡的有无？好，安尼等下阮有交代的同工爱王的同工会带咱来去交代的所在。即时咱要做伙来做牧友的代祷，咱做伙来祈祷。预备阮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教会敬拜你，阁会当享受你的疼。主，即时阮特别要将张丽梅姊妹交伫你的手。主，感谢你，互上帝的时间带伊来到教会。主啊，你的信心来帮助伊，互伊的心会当有体会到上帝你的疼。主，你来祝福伊头前的路，祝福伊的家庭，祝福伊的未来，拢有上帝看顾。主，我嘛要将陈平彤夫妇交伫你的手，也恳求你来祝福伊，互伊通过伫学习台语的过程中，更较会当体会到上帝你对每一个民族的语言的疼，对每一个民族的疼。
主也恳求你来祝福因，无论会当食做上帝囝儿，阁会当来服侍主，恳求上帝来祝福，祝福因甲因的家庭。主，我嘛要特别为着刘宝琴姊妹的家庭来祈祷。主，厝里的人的离开，互阮的心毋甘，总是阮恳求你会当来安慰因的家庭，也甲梁进彤老师同在。主啊，你继续来保守看顾伊。主，互即个家庭会当得到对你来的安慰。主，我嘛要为着所丢落因的家庭会当加添新的成员，献上感恩。主，因为你是听阮的上帝，你守护一个产业，互倒位甲停住，互因夫妇会当享受上帝的疼。求你互因有智慧，会当用上帝智慧来引带带领即个世界，保守即个世界自细汉伫主的恩典内长大。主，阮要感谢你。主，阮要为着阮在座的兄弟姊妹，若是阮有身体有病痛的，心灵有软弱的，也恳求你来加添气力，也来医治帮助阮，互阮伫艰苦的过程中，知影你甲阮同在。主，你来赐福带领阮，阮阁一概将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你，求主看顾带领阮甲阮的家庭，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个来吟祝福诗，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圣诗513首。受主的祝福，愿恁会当来领受上帝真正的疼，互咱互主的疼充满，转到咱的厝里，转到咱工作的所在，转到咱朋友的中间，为主做水的干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叹、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社温，强受切恳。